现在不可否认啊，对这些虚拟货币来讲，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，不管拿它作为支付手段，还是说这个财富贮藏手段，你单就整个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来讲，它是存在的，你不能忽视的。但是你真的觉得说这里边全都是像传统那个，比如黄金这样，还是不太现实的，因为我之前就眼睁睁的看见过，连川普这样人他都发个币割你一波韭菜。换句话说，大部分人在里边浑水摸鱼的比较多，幻想着一夜暴富的比较多。你这种幻想不切实际的时候，你就是被人割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我前几天川普不是还发了个推说，把这个有几个加密货币要作为这个储备货币来用，对吧？他这几个可能都是边角料了，等大部分我推测，或者有些传闻说他在憋一个大招，等到真正当天宣布的时候，再把一个最重磅的币拿出来宣布。所以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我认为作为政治人物来好，作为这个一国总统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。实际上是给双刃剑，影响不光是你个人信，还是整个你接下来对你执政，我觉得都有比较大的影响。但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人，或者说在他所处的这个历史机遇来讲，他没有那么多顾忌。对他来讲，可能这个钱我不挣白不挣，我不挣也有损失，挣了也这样。虽然我名声有损，但我不做这事也不会让我将来有任何好转。可能他已经是站在了没有任何选择的地方，可能他考虑就是既然这么割，那他割了，他带着身边的人割，老婆一起来，对吧？他的亲密战友也一起来，这个都无可厚非。但是越是这样的话，我反而觉得说大家更是要警惕，因为我相信那一波川普币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，展现在所有人面前。当你开始在那捶胸顿足，说我当时怎么没有入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对于普通人来讲，你在那个地方你只是能看看而已，压根不知道。等你能买入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你现在被卡在半山腰那个地方，真正被割的就是那一波，现在还卡在那。